姐，那你要一起玩吗？空引请听起来懂后告，可是我在享受我的下午茶，我不想跟你们玩啦。彤彤姐姐，你说空什么啊？我刚刚说空引请就是捉迷藏啊，另外一句懂后告就是真好玩，也可以说暗后告哦。好，现在开始。1、2、3，亮亮躲好了没？亮亮空后嘞，你做得起没？彤彤姐姐，你说空是可以了吗？哎，不是啦，我说空是躲的意思，请就是找，到底在哪里？彤彤姐姐，你有看到吗？我有看到，可是我不能讲啊，你再找仔细一点啊。啊，亮亮，我找到你了！哎呀，怎么可能啦？你怎么可能找得到我？空引请捉迷藏，空引请捉迷藏。彤彤姐姐，亮亮不见了。你不是在跟他玩空引请吗？但是我找不到他，我已经找了3个小时了，我好想回家哦。该不会发生危险了吧？那我去找他。空躲，请找。彤彤姐姐，你躲在哪里？矮空都这里呀。彤彤姐姐，我要去哪里找你呀？小蜜，快来这里请矮啊！懂后告，真好玩。懂后告，真好玩。暗后告，真好玩。暗后告，真好玩。哇，小蜜，你看，这些小娃娃好可爱哦，可以来玩扮家家酒哎。懂后告，懂后告，那我也要玩。空引请，懂后告，暗后告，这么多的客家话，你都有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狗娘。